一年僅得20日，胡楊林將戈壁染成金黃。西北傳奇，大麥流金，帶你闖入中國最短暫、最震撼嘅秋天。西北嘅秋天，由金塔胡楊開始，金色倒影影住秋水，胡楊同藍天交織成畫，將翼丹霞如火燃燒，翡翠湖似綠松石鑲嵌喺戈壁，走入敦煌。莫高窟嘅壁畫千年不替，鳴沙山嘅駝鈴聲聲入耳，再去額濟納3000年胡楊奇觀日夜相景。居然海等一場日出，睇紅日從金色蘆葦中升起，西夏皇陵靜默塔立，黑成藥水胡楊訴說古文明嘅蒼茫，深入河西走廊，三大胡楊林一次走遍，七彩丹霞配嘉峪關，萬里長城嘅盡頭係胡楊守護嘅千年傳奇。南疆嘅秋天係胡楊與雪山嘅對話，塔里木胡楊林喺沙漠邊緣燃燒，白沙湖倒影慕士塔格峰，走過盤龍古道，探訪塔吉克百年老屋，扎普金胡楊襯住帕米爾高原，奧伊塔克冰川，木吉火山口，一次過打卡雪山、火山、濕地、沙漠、胡楊、湖泊，南疆人民極致風光。一年僅得20日黃金觀賞期，錯過就要等1年。陸地頭等艙2+1巴士，舒適穿越西北5條路線，即刻報名，解鎖你嘅胡楊傳奇。領華旅遊帶你闖入西北最短暫嘅秋天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